就是你嘛是爱笑，你不要你，安尼袂使哦。总在跳，比如说你有这个动作对吧？先顺点，第二，先顺点，第二，第二不是攻击呢。安尼要创啊！伊的意思是讲吼，你手爱动的只，动用动作甲头安尼。比如说你嘴边啊，对，啊你多迄个嘴唇多打起两条呀，就真实。啊，或者是你会使有你嘴边啊的，我只要帮你手骨也掉，你会使吼把骨力打起啊，你的手打起啊。这是真可以用吗？这样可以多好做。你刚才看到谁吗？对呀。真係無呢，真幾好。你有夠啦，你不可能一直撩掉的啦，你是我打，我跟你吹開我。